最近悉尼開始冬令時間，調後咗1個鐘，有機會影響我哋嘅生理時鐘。瞓得唔好，今日教大家4招可以改善失眠嘅情況。第一招靜，靜嘅意思咧包括內外兩方面嘅。好多人咧習慣咧做嘢做到好夜，然後直接上床瞓覺。但呢個時候咧大腦仲係處於繃緊嘅狀態，咁所以咧我哋瞓覺之前應該預留一個過渡嘅時間，例如沖個涼啊，聽一啲輕柔嘅音樂，令到身體逐漸放鬆。同時咧保持房間嘅安靜啦，光線柔和。第二招，避免喺瞓覺之前半個鐘用手提電話或者其他電子產品。熒幕所發出嘅藍光咧係會抑制褪黑色素嘅分泌，咁咧會令到我哋大腦咧仲係覺得係日頭，影響瞓覺嘅。社群媒體啊、新聞都會令到大腦咧係保持興奮嘅狀態啦，咁啊難以入睡嘅。第三招咧就係瞓覺之前咧用呢個暖水咧去浸腳15分鐘，浸腳咧可以將集中喺頭部嘅氣血同埋能量咧引導落去下肢，咁令到咧大腦係冷靜落嚟。另外咧腳嗰度都有好多經絡通過嘅，浸腳咧可以促進呢個血液循環，提升睡眠嘅質素。第四招就係瞓覺之前按壓一啲安神嘅穴位。第一個神門穴。咁你見到手掌下邊咧，呢度有條橫紋嘅，尾指對落咧，亦都有一條筋。咁橫紋同埋筋交匯嗰個地方咧，靠近掌心嗰一邊咧，有一個凹陷位嘅。第二個咧就係內關穴啦，同樣都喺掌心下邊。咁喺掌橫紋落3個手指嘅距離之下，你見到呢度亦都有2條筋嘅。咁喺兩筋之間啦，用拇指按壓呢啲穴位3至5分鐘咧，有冤痛嘅感覺咧就啱啦。